太空垃圾處理廠奇妙物語序幕，會自爆的太空郵筒，宇宙郵遞員阿光騎住拖把飛船，準備投遞最危險的包裹。收件人黑洞大魔王代號吃光光，卻發現郵筒突然破地膨脹成氣球，從裡面噴出誤送。這是拉長音會自爆的恥辱感產物，整個郵筒變成粉紅色煙花炸開。第一幕會說話的廢紙簍，阿光墜落在太空垃圾處理廠，被一個戴眼罩的廢紙簍抓住。新來的先通過垃圾分類物考試，廢紙簍應出問卷。問題一：咖啡館的濕巾屬於哪類垃圾 ？A 可回收 ，B 動物糧屍核廢料。答案藏在風中飄走。第二幕。瘋狂轉圈的塑膠叉子，處理廠的分類漩渦突然失控，阿光被捲進一團會唱歌的塑膠餐具，餐具圓舞曲，但這可不是迪斯科。突然急轉，是削皮機與開罐器的死亡交響樂，塑膠叉子突然刺向他。錯誤答案，你的腦袋應該送去指向垃圾桶。第三幕。會發電的香蕉皮，逃過一劫的阿光發現廠內的香蕉皮居然在發光。別怕，我是被黑洞吻過的負罪感電池。他吐出一條電流繩索，帶他衝向最深處的碎紙機城堡。只要你能通過模仿老爺爺咳嗽紙張耐力賽，就能獲得香蕉皮。突然被自己的電流擊中，哇啊！我的香蕉皮紋身。終章。黑洞的逆襲，當阿光終於逃出恥辱感產物，黑洞卻從地底鑽出，露出滿臉痘痘。你送錯了，我要的是擤鼻涕聲，能治我鼻竇炎的。從黑洞裡拉出一坨發光的鼻屎，整個處理廠突然變成巨型冰淇淋機。黑洞滿意地舔住冰淇淋，這才是宇宙級的終極處理方案。